咦，呢啲電話係邊個打嚟㗎？邊個先係九龍醫院打嚟㗎？我冇見過呢啲電話嘅。呢個問題等我解答你啦。大家普遍對不明來電存有疑慮，擔心遇上電話騙案，而拒絕接聽陌生來電，結果有時會錯過咗醫院嘅來電。為咗方便大家清楚識別我哋嘅來電，提防詐騙，九龍醫院嘅來電顯示號碼會由2026年6月18日起更新為1828529。等我打返呢個號碼俾九龍醫院先。等陣啊！如果你錯過咗醫院嘅來電，回撥1828529呢個號碼，並唔能夠致電相關人員，只會接駁到錄音訊息。如有需要，相關部門會再聯絡你。如果有任何查詢，可致電九龍醫院公眾查詢電話31297111，會有相關人員接聽，並幫你接駁到相應部門。希望以上嘅資訊可以協助大家明確咁分辨九龍醫院嘅來電，唔會錯過咗重要嘅訊息。